一档法务部矫正署拢会举办大型教化艺文以及技艺训练作业联合展示会，今年活动刷到台南桂林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台各地矫正单位设置超过49个单位展示各作业产品及特色商品。这个是高女间所推出来的风吕夫礼盒，那现在呢，这个是我们促销，现在的价钱非常的优惠。除了户外单位，还有室内的展示区，展出各地受用人教化艺文成果，包括着书画、陶家等多元作品，还有观众秀回灯作品，结合台南6家的在地稻草，重新创作成关大约2米的稻家观众秀，向前中生。我们这些的收容的朋友呢，他们能够在执行刑法的过程中能够学得一技之长。那我想这个是对他们一个重启人生、蓄力重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看这个成果那我想可以展现出他们投入的一个精神。一载新传，那尤其是旭日重生的这个蓄力重生的这个目标，我想是对我们很多的收容人一个鼓励。全国矫正机关包括着代工、自营作业产品等等，一档着大约有6亿到7亿的收入。每一档举办的联合展示会，大约有500万到600万的收入。展示会已经有将近20档的历史，是法务部矫正署的年度重大盛事，呈现收容人经过技能训练甲艺文课程了后的转化甲成长，希望民众会当多多支持。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